你看这大家平安，咱平安心，大家来敬拜上帝。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应援，在保守你。你是日头袂伤你，暝是月嘛袂害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伊会保守你的性命，日出日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大家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24首，圣诗24。我心阿罗至关上帝，万民拍败倚靠的，赎回伊伫下面远远，咱着阿罗来扶我，阿罗敬奉，阿罗敬奉，永远活温柔。咱起立，大家来吟。
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被人倒入来受苦，见十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我上天，加在全能的上帝外面，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相好，罪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掀开圣诗后面启文65，圣诗后面启文65，1119页。启文65启示录20页，我来启，咱来用。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前的天，前的地已经过去。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也降落来。我阁听到有大的声对宝座发出讲：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无阁有死实，嘛无阁有哀伤、嚎叫、痛苦。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看，我将万物拢换新。伊阁甲我讲完成啦。水大的人，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我要做因的上帝。同心拍头来祈祷。阮伫天的爸，阮感谢你，看顾阮大家平安顺遂，互阮伫今早起会当到主你面前敬拜你。世上风影若好驶，乌云暗雾倒落来。一暝的中间，我看见花莲澎湖乡美丽的苍云景致，变成残破毁灭，人命死失、厝体严重拖延、淹没的惨景，一切无助甲无奈。求主的慈悲怜悯，扶持伫一摆的受难者，拭去因悲伤的目屎，医治痛苦的创伤，安慰破碎的心灵，互因有勇气面对现实，对悲伤落魄、软弱的土糜中，阁徛起来，对你的听重新得到气力、信心甲盼望。阮也感谢台湾有一群人出自人机己机、人逆己逆的精神，献出爱心、疼，对国家层、对各所在献出家己的力量，尽心尽力，同心一致，三个来抢救丧失的人，三个来帮忙尽所有的力量，来恢复因的家园、因的厝地。愿主赐福保守因，大家拢平安顺遂。天气多变化，流行性的感冒，甲着新冠肺炎疫情，又叫流行的现象。求主保守，互阮大家有勇壮的身躯来抵抗，也互阮会当小心来提防。阮也有兄弟心灵软弱欠安，求主大大施恩保护。互因有主你的同在，我靠主，
免烦恼，心平安。感谢主，愿阮的嘴所讲合伫你的旨意，愿阮的心所想的得到你的接纳。当阮安静心伫你的面前，通过牧师所讲主你话命的信息，互阮拢得到帮助。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赞美，咱请圣歌队。咱感谢圣歌队用水的歌声传咱来学乐上帝，讲授上帝的话，记载伫出埃及记17章第1节到16节。出埃及记17章第1节到16节。出埃及记17章第1节，我来读。咱来看，以色列人全会趁耶和华的命令，照罗赞对神的旷野进前行，伫菲利丁摘营，百姓无水通啉，百姓就着摩西计较讲，互阮有水通啉。摩西甲因讲：恁啥事甲我计较？啥事气耶和华？百姓伫遐真喙焦爱啉水，就爱怨摩西讲：你啥事带阮对埃及上来？互阮甲阮的囝儿、阮的前生拢喙焦死啊！摩西就求叫耶和华讲：我对即个百姓要怎样做啊？因差不多要用石头钉我，
耶和华答摩西讲：你做百姓的头前行，带以色列的长老几若人甲你去，你的手着举前日拍好水的管仔，看我要徛起伫你的面前，伫好热的石盘顶，你拍迄个石盘，要有水对遐流出，互百姓啉。摩西就伫以色列长老的面前安尼行，伊名迄个所在叫玛撒，佮叫做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计较，佮因为因试耶和华讲，耶和华伫阮中间也无。第8节，迄时亚玛力人来到非利士，甲以色列人交战。摩西甲约书亚讲：你替咱引人出去，甲亚玛力人交战。明仔日我手里要举上帝的管仔，徛伫山顶，对迄只约书亚照摩西所甲伊讲的行，甲亚玛力人交战。摩西、阿伦甲和你拢上山顶。摩西手举起的时，以色列人就快赢；手垂落去的时，亚玛力人就快赢。总是摩西手酸，因就耍石来摕伫伊的下面，伊坐伫石顶，阿伦甲和你有伊的手，一个伫即边，一个伫迄边，伊的手就自在。直直到日落，约书亚用刀杀亚玛力王甲伊的百姓。14节，耶和华甲摩西讲：我要将亚玛力人的名字对天下完全册入你，你着用即个写伫册里做纪念。佮讲互博士啊听，摩西起一座坛，互伊的名叫耶和华尼西。佮讲耶和华已经救抓，耶和华要代代甲亚玛力人交战。以上原做话，诚做咱的抗战。讲到今早起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上帝伫咱当中，咱继续来听。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声甲咱兄弟姊妹大家提醒，就是咱今仔日周报有业，咱总会长老教会总会、教会甲社会委员会的奉献地啊，顶面有急难救助，所以讲咱会当利用咱今仔日奉献的机会啊，咱有兄弟有已经喺问讲，即个花莲的即个灾害要安怎来帮咱？咱知影讲有时阵咱捐献无拄拄知影即个捐献的钱，敢会真正使用着伫即个受灾的灾民的身上所以讲咱信任咱的长老教会的总会的教会甲社会委员会的急难救助基金，因为这拢是专款专用专款专用。过来是咱长老教会的总会，咱的即个人事费拢已经有经常费负担，所以咱袂亲像一般的主神机构。咱知影主神机构收到奉献，有一大部分会变做即个行政费，行政费用，这是普遍的情形。但是咱长老教会有即个好处，就是咱的总会的人事行政拢是分开，绝对是专款专用。所以伫遮咱回应咱有几个兄弟有去问讲，到底咱即个有心要帮助花莲光复乡受灾的遮个人，遮个同胞，咱要怎样来帮助？伫今仔日圣经信息的分享的一开始，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感谢你的疼痛，你的恩典，你互阮会当搁一遍自己做伙，
伫即间奉你的名所设立的西欧长老教会礼拜堂中间，阮组织同心敬拜你，愿学到你的圣名，愿也伫阮敬拜的中间，愿要听见你亲自对阮讲话。所以伫以下圣经信息的分享过程中间，阮迫切恳求你的圣神会当带领阮的心思意念，帮助阮，互阮无论是分享的，也是听的，阮拢会当平平对着你的话，甲你圣神的帮助下面，阮会当亲自来听见你讲话，亲心会当感受到你的同在。主啊，阮将阮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来引带，阮基督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的主题礼拜真特别哦，因为咱有一位贵宾哦，是咱即个基甸会哦三重埔泸州甲五股的支会的会长，啊嘛是基甸会北区的委员哦，叶正长老啦吼，后德长老教会的叶正长老，拄啊好即个主日，咱咧探讨一项代志。咱知影基甸会就是要将上帝的话透过分享圣经来，互众人会当听到上帝的话，会当认捌上帝。所以圣经，来，好，等一下哦，好，下一页，小可。下一页。下一页吗？对。圣经是一本有关上帝的册，内底要互咱世间人知影，第一就是上帝。上帝是啥？上帝的本质。上帝的本质，上帝做过啥物？上帝会做啥物？甲上帝甲咱的关系是怎样？搁来，搁较重要的就是上帝怎样要求咱？上帝的要求是啥物？上帝爱咱做啥物？上帝的命令是啥物？所以，咱对伫今仔日，咱读的出埃及记17章第1节到第16节，咱也伫过去几礼拜，咱会读出埃及记。咱就知影讲，出埃及记内底信息非常的清楚，就是上帝是美好的，上帝的作为也是美好。出埃及记每一章也是拢会甲咱讲，上帝美好的作为是怎样显现伫上帝的百姓，就是你甲我，甲咱身躯边。才会得到上帝恩典疼痛的证人，咱得到救恩，咱即个得到救恩的生命的过程。上帝美好的作为，就是显现伫这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咱用遐尼多的礼拜。咱一章一章在看，当然，咱一章一章看，咱毋是讲安尼亲像听故事，亲像看小说。咱上重要的就是拄所讲的。咱要知影，上帝是谁？上帝的要求是啥物？上帝的特质，上帝的本质，上帝甲咱的关系，上帝做啥物？上帝要做啥物？搁来咧，上帝要求咱啥物？所以简单讲，就是上帝是谁？上帝的要求是啥物？
伫今仔日咱所读出埃及记17章，记载了上帝大权能的显现，显现伫2项事顶面。第一项事就是石盘出水，第二项事就是以色列百姓甲亚玛力人伫遐交战。第一个代志发生伫以色列百姓，军队上帝透过摩西来带领，到伫西奈山的山骹，伫利非定遐来扎营。咱知影西奈半岛，咱若对伫埃及的地理加减知影，咱知影西奈半岛是一个沙漠的所在。沙漠的所在上惊就是无水通啉，所以以色列百姓也共款，因开始咧喙焦已经真紧张啊，竟然找袂到水源，所以人一紧张，当然心情就歹，人心情一歹，真有可能就会埋怨。所以出埃及记17章一开始就讲着讲，遮的以色列百姓，咱台湾话的圣经翻译啊真特别，讲第2节就讲百姓就甲摩西计较。即个计较吼，实际上吼，咱会感觉即个用词较怪怪啦吼。咱一般讲计较是啥物？计较是啥物？有5箍2个人分，一个人分2箍，一个人分3箍。就讲为什么你3箍我2箍？敢会当5角？才发现讲5角的金角啊，台湾50几当前就无啊啦吼。所以咧，只有分3箍2箍嘛吼。但是咧，大家伫遐争，啥物人咧摕3箍，啥人咧摕2箍。咱讲台湾话讲，这是计较。当然伫遮主要，咱台湾话的圣经讲计较，是迄讲争论，但是争论是无好的争论，无好的争论，所以讲是计较。好，咱大声来看，百姓就开始埋怨摩西啊，就甲16章、15章讲的同款。开始伫遐讲啊，拢是你害阮的啦！阮本来伫埃及做奴隶，至少有水通啉，有饭通食。但是顶礼拜有讲着，顶主日有讲着，有时阵，咱会因为咱眼光已经有走前啊，会袂记即过去的艰苦。会袂记过去迄无好，咱想讲迄个无好的是好，想讲以色列百姓也是共款，伫埃及地，互埃及人做奴隶，当做奴隶迄苦毒，伫遐哀求上帝，迄表示讲生活过啊真凄惨落魄。但是咧，当以色列百姓得到自由，来到伫旷野，一开始拄着无水通啉。就埋怨摩西讲，拢是你害阮的。阮本来伫埃及做奴隶，生活是过啊偌好咧。咱顶礼拜有讲，这是扭曲了咱的回忆。因为着啥物？咱的眼光若走前，歹事拢看做好事，好事拢看做歹事。好事是啥物？上帝一路互咱经验着稳定遐啦，啥意思？但是咧，咱若拄着困难，咱眼光、咱态度无掠着正确，咱煞看过去的无好，看做是好，无信主以前偌好拄偌好，换朋友逐个佚佗，但实际上咧。当咱生活走前的时阵，心内偌艰苦，咱拢袂记一啦。反倒转将上帝对咱的好，
煞无看到，煞敢若会记即过去无上帝引带的时阵，讲迄当阵偌好，这叫做态度看法若走前，就会扭曲咱过去的记忆，歹事看做好事，上帝的恩典疼痛煞拢袂记住。好，咱看以色列百姓一出埃及来到旷野中间，上帝一路显现，用啥物？上帝显现引带以色列百姓，日时有风跳，暗时有火跳，照光。日时有风跳，云柱啦，就是互因知影头前要安怎行。暗时有火跳，照光地面上，然后咧暗时伫旷野，野兽看到火毋敢活来。上帝用安尼来显现，伊甲以色列百姓做伙同行，甲因同在，保护因，带领因。所以以色列百姓应该真确信，上帝一路引带，有上帝做伙伫地。但是咧，伫旷野中间，以色列百姓煞是感觉到家己的需要无受到满足，就开始怀疑上帝，怀疑讲上帝敢真正甲阮同在，上帝敢真正临到即个世界，所以才会开始变成咱讲控诉，也是台语所讲的计较。当然计较，咱现代的台语可能会互咱感觉有小可意思，有无共款。但是就是争论，但是争论是无意义的争论，迄叫做计较啦。咱讲计较绝对袂争一个输赢，计较到后来大家拢输，是我拄仔讲的嘛。5箍要分3箍2箍。分袂清楚，伫遐计较，计较到后来安怎？关系拍歹，拆伙，生意做袂落，这叫做计较。计较就是无任何的好。然后咱讲讨论、争论，加减争论到后来呐，会当咱讲真理越辩越明，佫有一个好处，佫有淡薄仔好处，争论，讨论、辩论，佫加减有好处。台语圣经17章，出埃及记17章，讲到计较，意思是即款的行动无一块好，无一块好。所以咱讲，亲情莫计较。台湾话敢有即句话，亲情莫计较。为虾米？亲情拢喺计较关系拍歹关系拍歹，这咧亲情咧，亲情是上亲的人，上亲的人你甲伊计较，毋足讲关系拍歹了后，袂当弥补佫歹赢声，这叫做亲情莫计较。所以伫遮咱会记住，遮所讲的以色列百姓无水通啉，就去找摩西，伫遐来埋怨，伫遐骂摩西，圣经翻译做计较，就是讲即款的争论辩论是无任何的好处，这叫做计较。愿咱拢会当会记住啦伫遮讲到以色列百姓就甲摩西计较第2节，这讲的就是即款的埋怨是无任何的好处啦，无任何的好处。为什么？因为因将上帝敢有临到世间，上帝敢有甲咱同在，所开始伫遐怀疑。就算讲一直有上帝透过风跳甲火跳，日时暗时拢喺带领以色列百姓，迄是因亲身看到，佫会当感受到。火跳可能因拢感受到迄个热伫遐。迄是亲身感受，但是以色列百姓一欠水一喙焦，
煞将即个好诶也未记住。所以讲到百姓就甲摩西计较讲，互阮有水通啉。其实这会当讲是间接，就是变成对上帝的计较，甚至会当讲这是控诉。但是咱爱想就是讲，上帝敢有甲咱同在？敢是用咱的需要，敢有得到满足来做判断？敢是安尼？上帝敢有甲咱同在？敢是就是咱个人的需要，敢有满足？用安尼来判断，好亲像毋是吼，好亲像毋是安尼对无？吼、连新约圣经嘛讲嘛，求就得到，但是咧，啥物求袂当得到？咱讲妄求，对无？新约讲妄求，就是咱求的无拄拄是下伫上帝的旨意，咱求的有拄拄毋是上帝看做上好的，所以求袂得到。但咱袂当用安尼就讲，耶稣骗我啦！上帝无效啦！咱袂当安尼。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气力，上帝的权能，毋是用人的需要敢有满足来做判断。所以耶稣教咱即几礼拜一直会讲，耶稣教咱的主导文讲啊真好。你的旨意得成，你的旨意得成，这是咱基督徒一个足重要的观念。上帝的旨意得成，上帝美好的旨意，上帝的权能，互伊的旨意得成。有时阵咱的需求，咱所自认的需求，无拄拄是上帝的旨意。若无，大家拢嘛望着无？亲像讲，毋免趁钱，毋免辛苦，然后咧，大家都普发现金上好，上好大家拢莫工作，政府分钱就好，咱袂当安尼啦吼。当然社会有真侪艰苦人，咱爱承认然后最近真正开店的人拢伫遐哀叫因为成本变悬，然后咧。市场竞争是真侪物件，即个利润愈来愈低，真侪做生意人、小生意人，真侪伫遐哀叫，所以咱一方面来爱关心着遮个真正有需要的艰苦人，但是咱嘛爱想就是人的需求满足，敢是判断上帝的标准无拄拄。有时阵，咱所求的无拄拄是下伫上帝的旨意，但是袂当因为安尼，上帝无满足咱个人的需要，咱就讲上帝无听我，咱就讲上帝无真实，上帝无甲我同在，毋是。所以，这是这是。大自然的一个景象啦人讲这有可能分条花条就是安尼这是相片所以咱来讲，咱来问就是上帝兼有伫咱中间，毋是用咱的处境怎样来决定。所以今仔日咱可能拄着困难。连讲咱顺利，敢会当用安尼拄着困难顺利，用安尼讲上帝伫咱困难的时阵，无伫咱中间，咱顺利的时阵，上帝就甲阮同在，哈利路亚，绝对毋是安尼，绝对毋是安尼。所以拄拄所讲的出埃及记17章20，即个台语圣经翻译真深刻。
以色列百姓的不满，无水通啉，喙焦，转变成做咱台语讲计较，也是华语讲争吵。其实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这拢共一字。这个字是啥物？无论是争论、计较，还是控诉，这拢是法庭中间的一个用语，就是控告啦。咱法庭讲控告，控告，咱去按铃申告，这希伯来文的这个字，争吵，也是台语的计较，也是咱讲控诉，就是这个控告的意思啦。所以咱会当讲，上帝的百姓，以色列百姓，因甲摩西迄计较，因为无水通啉，实际上就是开始怀疑上帝的权能。然后咧，因是迄逼摩西将上帝同在证明互阮看，你着证明上帝的能力，互阮指喙大。所以一直咱拢讲，咱看着出埃及记，以色列百姓伫遐向摩西埋怨，也是伫遮讲，甲摩西计较，讲互阮有水啉，其实拢是迄怀疑上帝的权能，并且要逼摩西爱护上帝，亲自来证明家己足够。证明上帝有同在，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本来出埃及记，本来出埃及，要入去迦南地，这条路毋免行40年。但是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一遍搁一遍，拄着困难，拄着挑战，规个信心本来感受着。体会着、看着上帝同在，信心100分，但是咧，一拄着困难，信心马上变成无及格，就是一直伫遐有即款的情形。无怪上帝用40天伫旷野，要来训练以色列百姓，训练以色列百姓，互因有才调，互因会当。承接上帝应允的地，咱拢知影有时阵，就讲咱有迄个囝儿也是孙啦，咱若买迄个足贵的迄个玩具，但是咧，国小囡仔耍的，你幼稚园的等互伊，无10分钟伊就跳煞。创歹，咱爱等到伊真正大汉到会晓耍即个玩具，耍即个国小的囡仔耍的玩具。所以咧，上帝用40天伫遐训练以色列百姓，互以色列百姓会当有迄个能力，有迄个对伫上帝的人物来承接应允的对。当然，咱人拄着苦难，咱面对困难的时阵，咱亲像诗篇内底，常常会伫遐问上帝伫倒位？上帝为什么？咱承认，情绪毋是无好，情绪喜怒哀乐，这是正常。但是咧，有情绪了后，后一步是啥物？这才是重点。咱有情绪，拄着困难，咱会紧张，有时阵咱会生气，咱加减会失望，咱有时阵
甚至信心会无去，但是咧，情绪了后要安怎？咱若伫即个上帝伫倒位，即个信仰的问题，咱有过头的掠家己做中心，咱讲自以为是，煞必正伫遐问，亲像以色列百姓伫遐问讲17章7节，安怎讲？耶和华伫阮中间也无，耶和华伫阮中间也无。即款的话，已经显出都是人迄挑战上帝。好啦，你著证明啦，哦，好啦，你著证明啦。你若伫阮的中间，安尼你著证明啦。哦，这有小可伫遐挑战，甚至咱讲挑衅，伫遐挑衅。当然，上帝听见伊的百姓的呼声，上帝也知影以色列百姓经历了遮尔久长做人的努力。即马较初开始要学做啥物，自立自主，所以需要好好啊教导。所以上帝命令摩西带着以色列的众长老，到伫上帝的山何烈山顶面的一个石盘顶。上帝徛伫石盘顶，互摩西伫长老的面前。用管仔拍即个石盘，互水对石盘流出，水互上帝的百姓、以色列百姓来啉。所以迄个所在号名做玛撒试探，因为上帝知影，这是信心当时信心不足的以色列百姓，伫遐试探上帝。然后，即个所在也号名过做米利巴，争论计较，争论甲计较。这就是第一项事，就是石盘出水，石盘出水，就是咱思考，上帝敢有伫咱中间，上帝敢有甲咱同在，绝对毋是用咱即马情形的好歹来决定，因为咱知影上帝的旨意，咱无拄拄知影。但是咱经验过上帝的疼，咱经验过上帝的恩典，咱应该爱知影，也是咱爱常常提醒咱家己的，就是上帝有伊的旨意，上帝有伊美好的旨意。任何事的发生，无论好事歹事的发生，若无上帝的允准，是袂发生的。所以咱只有徛在，咱只有掠着信心，咱只有搁较认真来听上帝的话，来操作上帝的旨意。过来，咱来看第二项事，就是以色列百姓甲亚玛力人的第一场的战争。咱若根据创世纪的记载，亚玛力人就是以扫的后代。咱知影，以扫甲雅各上细仔兄弟啊，本来以扫生出来，所以咧，伊是大囝，雅各较慢出来，细汉囝。然后本来大囝的祝福是互以扫，但是咧，雅各甲老母，伊的老母做伙骗着大囝的祝福，所以以扫的后代甲雅各的后代，煞变做世仇。
阿玛力人是以色列的后代，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代，所以因为安尼变成世仇。甚至《申命记》25章17节到18节，摩西佫提醒以色列百姓，甲因讲：下记即恁出埃及了后，阿玛力人怎样伫路中歹款待恁？伫路上拄着恁，趁恁伫遐真野生、真真困苦的时阵，因攻击你后面遐个软弱无力的人。阿玛力人无敬畏上帝，所以咱知影以色列人甲阿玛力人的关系是怎样。但是上重要的是，即场战争的中间，咱看到是约书亚带领军队去前线，甲阿玛力的军队来交战。然后咧，摩西、阿伦、服你爬去山顶，然后因爬去山顶，敢是咱讲隔岸观火？毋是，因正做伫后面祈祷的溃烂，所以摩西手举起来，以色列军队一战场就较赢。当摩西手酸，将手放落来，以色列军队就开始节节败退。这项事咱看到啥物？有人伫前线，有人伫背后，大家咧做伙努力，前线遐少年佮勇的伫遐战，然后较有年纪的伫后面安怎真做祈祷的溃烂，这互咱看出团队是真重要，甚至当摩西手酸啊，感觉忝啊，阿伦甲红尼就帮忙摕石头，互摩西坐咧，并且扶着摩西的手，互约书亚带领的军队伫前线，会当战赢阿玛力人。咱看到团队的重要性，所以咱拢讲，咱伫教会诚做领导者，无论是牧者、牧师，也是中职，咱负责一项事工，最重要就是啥物？爱有同工，莫想讲我家己做就好，我家己做就好。上惊是安怎？咱有时阵，就算讲咱袂忝，若是破病要安怎？三不五时，咱身躯的零件嘛需要嘛会需要点油一下啦，嘛会故障啦所以同工真重要，团队真重要这伫咱教会内底，咱尤其是会感受到同工真重要。过来咧，团队的重要性，祈祷也是一款服侍，做伙敬拜也是一款服侍，参加聚会也是一款服侍。所以咱敢知影，主日礼拜的即个礼拜，伫欧美、伫美国甲英国，因讲啥物 service 服侍 service， 敢是服侍。做礼拜，咱每一个人参与伫礼拜，也就是伫服侍，咱大家伫礼拜中间，咱拢是遐服侍。咱做伙吟诗，做伙祈祷，咱做伙听到圣经的话，甚至当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咱家己也伫遐思考。
所听到的、所看到圣经所写的，咱拢是迄服侍，咱拢是积极主动去参与团队的重要性。单打独斗，单打独斗，真侪咱有时阵讲真侪牧师，牧会久了后的精神上面会有一些问题。如果说是安怎有问题，哪讲单打独斗，哪讲拢想讲我家己做较紧啦，麻烦找同工麻烦，找长老麻烦，找技师麻烦，找会友麻烦，找人帮衬麻烦，歹势麻烦别人，歹势邀请别人来做伙做，惊会友我伫遐叫人做事工，会友会生气，所以拢家己做，到后来真多，家己精神拢挡袂牢。团队的重要，再讲团队的重要，无论教会，咱家庭间嘛是安尼，大家做伙做，咱若工作公司佫较是安尼，不要想说什么轻声轻微啦，轻声轻微，最惊就是啥物？你亲力亲为，结果咧，请个病假，整个团队就都空转了，所以团队的重要。第二是看到啥物？第二，咱知影讲，这场战争战赢阿玛利人了后，无人将功劳归伫家己，反倒算是将荣光独独归互耶和华，独独归荣光互上帝。这是咱第二项爱学的。约书亚也无讲这是我的功劳，摩西也无讲这是我祈祷、戒熬、戒灵。约书亚无讲，因为我去战，我功劳较大，无。大家拢归荣光互上帝，所以摩西代表以色列百姓起一段做坛，将这个坛祭坛号名做啥物？亚华尼西，亚华尼西，亚华尼西是啥物意思？上帝就是咱的战旗啦，上帝是战旗。咱知影战旗是啥物？旌旗。就是战场顶面，这个战旗若摕出来，然后咧冲阿边哥就这个部队就知影向倒位冲，然后咧这个战旗举战旗的人，若战死，别人就就走出来，继续举这个战旗，因为战旗是要组织部队，然后咧鼓舞士气。上重要的物件就是战旗，所以摩西照着亚华尼西号这个名，将这个祭坛号这个名，就是要让以色列百姓拢知影，会当伫战场顶面得到胜利，是上帝的大气力，是上帝的权能，让以色列会当得胜。也是互以色列百姓知影，上帝的美好，上帝的权能，是照着以色列百姓的胜利来显明。是要显明的是，毋是人的重要，毋是人的争拗，毋是，是要显明上帝本身的美好，伊的大权能，伊的气力。所以各位兄弟，上帝是永远得胜的上帝。只要咱有上帝的同在，咱伫逐款的挑战中间，咱拢会当得胜。可能你会讲我这敢是变做讲一款成功神学都成功，大家拢成功，大家拢发大财，毋是。伫挑战的中间得胜的意思是啥物？我真爱讲的柯文良讲的迄句话，我感觉虽然讲伊毋是基督徒，
伊毋是嘛吼，柯文良迄个基米的头家毋是基督徒啦吼。但是伊讲的话，值得咱基督徒来思考。跋倒了后，莫马上爬起来，爱看涂骹有啥物宝贝通捡，因为咱学着，咱得着成长，咱学习着，这就是德性。因为上帝常常是爱咱经历、行过挑战，然后咱愈来愈勇，咱信心哪会哪坚固，甚至面对着失败，咱搁较有勇气来向前行，咱搁较会当吃苦，咱搁较知影爱跟对上帝，倚靠上帝。这就是咱讲，逐样的挑战中间来得胜。所以以赛亚书54章15节，上帝讲：看啦，要有人起来攻击你，但是迄毋是出对我，攻击你的，要因为你来拍倒。无错。无错，咱拢会经历过真多，咱拢会面对真多的挑战。但是，只要咱愿意倚靠上帝，咱愿意听叹上帝的话，咱愿意抓上帝的命令，做咱向前的方向。咱会当伫逐款的挑战的中间，咱得到成长，咱得到哪会哪坚强。上帝是完全的美好，伊领咱行过无共款的处境，伊爱咱学习，哪会来哪信靠伊。伫信靠伊的中间，咱有勇气，咱保持着信心。咱也自信来看伊，咱勇敢来向前行。咱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你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伫旷野，你互阮知影，阮的一生的中间。就亲像伫旷野的以色列百姓共款，有时阵阮拄着挑战，有时阵阮信心软正，有时阵阮毋知影头前的路。但是主啊，你爱阮会当学习你所显明的。就是你带领阮，就亲像带领以色列百姓。你带领以色列百姓，日时有风挑，暝时有火挑，保护因，指引因，带领因。你也伫阮生活的中间，你将你的话授予互阮，只要阮愿意来昆读圣经。你指示阮，就是圣经的话中间是充满宝贝的信息，也会当互阮知影你的旨意到底是啥物。所以，当阮拄着困难，当阮失志的时阵，主啊，恳求你的圣神提醒阮，提醒阮你的旨意是美好，你也互你的旨意。一定得成，但是你爱阮学习，就是凡事拢是照你的旨意，毋是照阮家己的意思。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持续扶持阮，提醒阮，也帮助阮伫凡事的中间。主啊，你互阮兄弟姊妹彼此扶持，彼此关心。你也互阮会当互相用你的话来提醒，
互阮会当哪来哪进步，阮的信心哪来哪坚固，阮的信仰会当日日成长。恳求上帝你持续带领甲引带，阮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通过主的话语甲信息，互咱得到真好的帮助甲勉励，应答上帝的话。咱来吟圣诗151首，圣诗151首，主我爱就近你，来近我你。虽然背着十架来求你扶持，我心时常吟诗。主我爱就近你。主我爱就近你，来近我你，来起立三个来吟。
兄弟大家平安。啊，咱真欢迎咱今仔日一位咱的贵宾吼，国际基甸会中华民国总会会长叶晶吼，也就是咱三重后德教会长老教会，直接来甲咱三角敬拜，咱用拍拍来欢迎。啊，坐伫边仔是阮教会足谦逊的方师兄，伊真有礼貌，对头到尾坐伫个。来，简单，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来，方师兄来介绍一下。我30几年没碰到我的老长官叶中市长，这是我以前很早在三重事务所服务的时候，他是我的贵人啊。贵人。提拔我们30几年了。我82年到台北县政府，那应该是读过70多吧。做行6年。我是第三路工作。哇，情况严厉。靠贵人业务师的是哈。是。感谢咱欢迎。春英节嘛是。老长官。好。敢要甲我讲几句话？哎。因为这几个月前阮新行院来遮办一个聚会啊，聚会就是阮少年会的聚会。为了有这个学，来业务处借这个场所聚会啊。了后我听业务处咧讲，三重市过去就三帮市的吼。我讲这三帮市我有印象啊，为这个问题。因为我过去咧华侨，过去我真拜这个基督教，因为我这认为这是西方的教，毋是咱东方人的教，所以我过去尤其阮三中才有大位置，阮三中若要服在伫阮先职中，就即摆有一个先职讲有一个捷运站嘛吼。对，出名。要服在先职中，爱做个市长。我袂当话。以前的，即摆因为市长，即摆以前拢咧看。所以过去，阮对即个西方的教派是排斥，吼。但是我虽然落尾为怎样会出来服在市，重点就是我咧华庙的中间找无神啊，看无即个神啊。所做的工课，我认为迄款拢毋是真正好的代志。所以人生咧找寻神啊，结果有即个机会，我的小妹就过去自读的世家，才传互因转来阮的厝。我才去明白着这条路。真好。所以拄则我要讲，我就听业务处咧讲张邦师啊，张邦伊甲因太太感情真好啊。足好。教会吼，我问业务处一句话讲，感谢主，拢衰咧哦。伊讲一个衰一个袂啦。我毋则甲业务处讲哦，若有机会，当因为这30多年老朋友嘛，有机会来见面哦，上好啦。因为我参加国际基甸会，我伫即个全国性咧服侍，真无闲。今日为怎样有闲？今日是阮后桥长老教会的即个苗栗的即野外咧。早排出来中间，我请教牧师讲，是毋是当甲三帮弟兄联络讲，即个10月初5，安尼我就会当免去参加即个野外咧，真为啥人？因为我拢排甲真捌啦，我拢教会咧做见证，排甲真捌。感谢主的恩典，真正会当联络着三帮师，当嘛见面着，这是真正恩典啦，这是真正恩典。因为咱人生拄则牧师咧讲的，有真侪变化，嘛有真侪是人技术吼。进业
用听甲付出。啊，咱后日庙是用听要有死啦，听回收甲听付出是无共款。所以为了即个听的付出无回收，才吸引我。所以我诚感谢上帝啊！今日牧师会当找我排这个工作吼，我去上班去弟兄会叫，我下昼要利用的时间，然后我来回想这有迄种哦，真好真好。好的即个友情哦，要来做一个联系啦吼，感谢。好，咱来拍破。你若有机会你若有机会，我再来咱对教会来做一个全盘的即个信仰的分享。因为我伫台湾大概，人家讲我超过500年，应该是5吧，但是上帝无叫咱咧算几场的啦。我就安尼人邀请我就落，邀请我就落。重点就是讲，为怎样放弃即个不高多高，尤其我是做个主任委员的，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每年咧拜倒拢收几落千万，会放弃。爱来服侍即个耶稣，这是真重要的一个。所以大部分的教会牧者的即个需要就是讲，你来讲看下，为啥你咧换着变来咧服侍耶稣啦？上重要就是要提这点啊。所以我因为上了我这个文书啊，这我也全空安尼走啊。好，咱感谢。所以今仔日牧师讲得足好诶吼，上帝在我们当中吼。我嘛是你山顶堡的市民啦。我三中市中路街啊。拄仔咧讲业精安尼，我业精安尼想无，所以30年我阵了佫细汉，我有印象。阮是正细久的啦，阮甲今年算250项啦。对。阮是福建泉州来三中就无搬走，祖先啊拢住啊。解决佫差无政治，嘛是为了即个问题啦。因为早期咧选阮三中的地方首长，3万几就听拢爱在地，在地才有迄个票。若无在地人选袂。好，咱真感谢你，真欢喜，佫即摆来拍我来。好，咱来看报告的事项。第一，有议员要来捐款予花莲马泰安堰社福遗留救灾的兄弟姐妹吼，会当利用今仔日咱礼拜周报所用的迄个鸿雁袋啊，通过咱总会教会甲社会委员的责任救助基金转款专用吼。第二，每礼拜五咱暗时7点半，咱有读经聚会，咱是用咱总会每周新安讲的读经，欢迎咱兄弟来踊跃参加。第三，咱最近流行性感冒甲着新冠肺炎有严重，呼吁咱大家做好个人的防疫。建议有感冒是抵抗力较歹的兄弟，咱随时聚会中来带水烟。第四，有需要咱牧师探访或者是安排要家庭礼拜的兄弟，请咱大牧师或者是咱中职来讲，依例安排。咱后礼拜主日礼拜第一幕经文，咱一来看。咱来看咱的聚会活动，咱主日礼拜是早10点，圣歌队练唱是早起8点45。每礼拜五暗时7点半，咱有查经。拜六每个月一届有10点的一个插会班。咱后礼拜的查经，甲着咱顶礼拜的奉献甲出席，咱家己来看。然后毋着咱用会节来敬献。圣工的事奉，咱今仔日的交代是有来兄甲石钟节，插会是插会班，清扫是玉兰节。后礼拜讲道是叶牧师，司会是明义长老，司琴是牧孙娘，领唱是渔阳执事，书献是秋妹执事甲民平执事，交代是文龙兄甲贤宗兄，插会是秋妹执事，清扫是素琴节。咱来看咱即礼拜的经句。摩西起一座坛，互伊的名叫耶和华尼西。来，摩西起一座坛，互伊的名叫摩西起一座坛，互伊的名叫耶和华尼西。摩西筑了一座坛，
好，咱议员接着三个用拱手，咱来互相请安，来，平安，平安。好，咱来吟所要变的诗，圣诗400首，圣诗400首，咱起立三个来吟。咱伫生活中间，咱千万莫袂记，就是上帝时时刻刻拢甲咱做伙伫地。咱向前行，也毋是咱孤单一个人喺行，是有上帝陪伴咱，上帝伫引带，上帝也保护咱。所以，咱千万拄着困难的时阵，拢莫失志。人爱知影，上帝的旨意拢是美好，上帝也是听咱的上帝，伊会互伊美好的旨意来成就，来得成。所以，爱抓牢信心，面对一切，勇敢向前。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已经变照恁，也用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